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几年有一个影像记录计划，甲台湾的重要传统艺术录影保存。今仔日因发表一支以为目屎到希望为主题，歌戏第一课段廖庆基老师的纪录片，而且是由一个法国导演制作的，让民众了解廖庆基老师辛苦的歌戏人生，后辈通继续传承歌戏，也让台湾的艺术伫国际上发声。上尾迄部卡唔好好遐悬。 已经要90岁的歌戏国宝廖庆基老师，牵甲后一辈学生，每一步拢斟酌下。廖庆基互人号做台湾第一课段，伊细汉的时人生是真艰苦，但是妈妈廖珠贵伫廖庆基4岁离开世间，外公外妈请养伊大汉。廖庆基14岁走投无路，家己卖互戏班，开始学戏的人生。以前阮伫学的时候，老师手也一支马边的。 伫坐咧台顶咧监视，拄嘛补啦，爱炖15分啦，爱炖15分，手阁爱举安尼。因为环境压迫入戏班，廖庆基讲，虽然学戏艰苦，至少有饭通食。所以真侪看戏的人拢讲，廖庆基的口条感动人，是因为伊甲人生的故事唱入去内底。2000年的时，一个法国导演常玉碧，互廖庆基的歌戏感动。经过20几年的时间记录。 去年传统艺术中心到房站，以为目屎到希望为主题出纪录片。从法国导演独个的角度来看咱台湾歌戏。第二个，廖老师的学戏的过程，辛苦艰苦，较早坎坷的人生，甲伫歌戏内底的这个成就，伊也发觉讲歌戏伫咱台湾开始式微。上尾伊希望有转变的一个契机。上当代表台湾文化特色的是歌戏啦，吼透过这个纪录片呢，嘛会当互国际上的咱的朋友呢，了解讲咱台湾的这个歌剧 Taiwanese Opera， 其实是歌戏。学者林宝贤讲，歌戏结合台湾文学、音乐、民族舞蹈、美学，通代表台湾的文化，望透过纪录片，互大众看见台湾文化的水。国宝廖庆基也希望把家己的故事讲出来，会使鼓励更加侪的歌戏后辈斗阵传承。记者郭敏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